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台，我是阿明张伟明来关心到礼拜的时阵咱看到新北市虎霸潭发生跋落水意外，咱嘛看到讲今日超吹是来到第5天哦，今日有一名死者这个遗体已经向超吹出来，目前是5个人死亡，也有1个人失踪，然后5望好消息会继续来发生了吼。不过咧，咱嘛讲到这个体验自然洋这个咱讲领队姓苏的领队带着30几个人，迄当阵前往到这个新北市双溪虎霸潭古道啦吼，迄当阵。迄下晡真正是天气状况有够歹啦吼，上大雨。迄当阵本地决定要环岛登去啦吼，但是却拄到咧这溪水直接就涨起来。另外咧，咱讲这个领队迄当阵讲有家长讲要撩溪过去啦吼，但是这个家长就讲迄当阵无人提出到这款这个建议，所以咱看到讲双方这个讲法讲袂好势啦吼。另外咧，咱看到讲目前这个领队是依照着这个过失致死罪去起诉啦。另外，咱来关心就讲这个。主办公司这个卖酱业过去带团相片，即阵拢提出来互检视检验啦吼。另外，咱看到讲，迄当阵户外啦吼，因提出来这个相片拢看到讲学生囡仔也是讲囡仔拢无穿着任何的这个防护装备啦吼，装备。另外咧，即阵咱嘛讲到这个卖酱业即阵关起来啦吼，但是一个去甲查，这间公司真正是毋是这个立案的这个咱讲补习班也好啦吼，要去叫这个体育局管，还是讲教育处管即阵拢是这个。三不管的这个地大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到底这个部分，因为咱看到讲了解也好，还是去做这个户外运动也好其实唔那干那是这个营队尔，有真侪人即阵看到这个网络真兴，大家嘛想要去户外来去走动，但是咱嘛知影这个天气啦有当时好的时阵是真好，但是伊若是要变真正是春天好不变，一个是三变安怎自身保护着家己透过记者节目，咱做回来对话。先来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户外运动专家吴建义，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安。第二位咱们邀请台北市议员警卫办公室主任苏书记百辉。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咱们邀请水域活动体验课程老师郭志贤老师，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咱讲到这个超吹这个进度已经来到第5天啦今日找到一名咱讲15岁这个的遗体啦还有一个要咧找啦，咱来看讲详细进度是安怎。搜救人员将水下无人机组合起来，放入水中搜查。新北双溪虎霸潭6人互大水冲走，警消找找已经超过72点钟，20动用水下无人机针对深水区来找找。这一颗就是我们现在眼前这一块大石头最深的部分，这块石头是平的，也不可能卡在这边。目前的能见度已经好很多，那相信这2台水下无人机在水下作业它的能见度应该很好。梳子坝这边往下游开始只要有深潭的区域，那我们都会逐一的去勘察。警消动员大批人着找找失踪的姓陈少女甲姓刘女童，20位84K 落水点到水尾好寮潭加强找找，而且根据无共款的水文地貌甲人脸方式，加强并砍草包地毯式的找找。今天我们也在整个区域里面我们也标注了32个点，就针对我们可能这几天找可能迹象比较清楚的地方这32个点，我们也会列为我们今天的一个搜索的一个重点。早起接近9点，先伫嘉东潭水尾所在发现姓陈少女的牌包。10点半左右，警消伫平南找到一个遗体，送去万丰病院交由检警上验。茄东潭的下游大概300公尺处我们有发现一个女性血统的大体。新北市长侯友宜知影所在有进度，也到现场关心。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咱讲到这个虎霸潭遮真正天气好的时阵是有够水的水但是天气若是咧变尤其这就是挖这个集水区啦天气若是雨落袂停的这个话，咱讲所有的水拢挖伫遮来，你要安怎走拢走袂离啦所以咱先来看到这张图啦咱看这是引用这个卖酱业头顶有人安尼搭出来，咱看到这个蓝色的这个部分拢是这个溪流啦溪流的水往这个虎霸潭来真正天气若歹的时阵。规个水下袂离，拢来到遮集中的话啦会发生什么款的这影响？就亲像咱今仔看到的这个状况安尼真正要过的时阵都有危险若是袂过的话啦
其实也个有当生还的这个机会，咱先来请教这个教练遮的这个地势先甲咱小解一下。虎豹潭嘛。是。哦，它这个我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就是它这个集水虎豹潭的这个集水区它这个一小格是1平方公里所以这大概可能有10几平方公里。是。所以讲伊这雨量极端的气候来讲，强降雨是真恐怖的。是。那我另外有准备一张比较的所在就是咱的迄个一个平溪古道这个所在就是伊这靠近这怎讲分水岭的所在。是。伊这一格这张比例是较大一淡薄啊。伊这大概红色的范围内底，可能是2平方公里。是。所以相对来讲，伊这算足安全的。是，相对安全相对安全啦，伊这强降雨可能，而且伊遮有一个怎讲，伊个溪谷可能是一个老年期的溪谷。很平坦这样子。是。那虎豹潭这地形的算足复杂的。所以这收集雨量的能力算足悬的，是，就是讲真正若是天气状况无好的这个时阵，水拢流对遮来啦下底咱讲风险就愈来愈大，这是虎豹潭这个所在啦另外，咱嘛来讲到即阵为虾米咱讲遮的这个营队也好，也是不管是咱讲家己要去佚佗也好啦拢总有风险。但是这回是营队带团出去，咱讲风险的评估应该是爱搁较做好有路，做好套牢啦到底有保险无？还是讲到底咱讲即阵出代志谁要来管？咱有另外一个报道先做来看。新北市有亲子团体去新北市上溪区虎豹潭佚佗，拄着做大水，那人互大水冲走。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指出，那人负责拢伫台北市，已经成立关怀小组，社会局也要进行一个个案一个社工，展开关怀高主记禁止业者变更登记资料。无论是负责人的变更等等，已经注记禁止变更。第二个呢，我们会循法律的这个程序呢，来进行他的一个财产。冻结他的财产，那第三个呢，我们进行相关的理清之后，会来要求业者对这个事情该负起的刑事的责任以及相关赔偿的责任。对查主办单位面册大方体验自然，大部分是学生户外体验的画面，强调以大自然做教室。不过即马已经关起来，佫顺线找到创办人的活动网页，电话是康复，佫去公司登记的地址，得到的煞是管理员讲无这间公司。一来呢，就是有可能呢，因为是涉及到小朋友，所以呢是教育局，可能又是有商业行为，所以呢涉及到商业处，或者是说有可能是因为有透过那个旅行社带团，所以就是不是旅行社要去做一个负责？其实现在就是一个3不管的地带。记者综合报道。是咱讲上惊拄到这款的这个3不管真正出代志的时阵，要找谁负责拢唔知啦咱看到讲这个团队是讲这个营队设伫咧台北市啦咱讲迄当阵这个警卫办公室遮嘛出真大的力咱继续先来请教这个主任为啥这个咱讲营队是讲这个教室啦真正伊无咱讲固定的这个教室，伊的教室都伫咧户外啦但是这风险真济呢，就是讲我要出代志了真正
找无人来负责，是毋是安尼咧？是啊，其实一个代志发生了，差不多大概当日4点半发生了，阮办公室5点就掌握到消息，讲真侪阮台北市的囡仔甲家长拢有伫这个营队内底。而且一开始阮接到的消息是讲，那想是家长烧招，并无主办单位，毋过连阵安尼佫愈歹办。事后较知影讲，原来是因是有付钱有领队，有公司咧主办。第一时阵，阮会想要思考的就是讲，第一，这间公司到底有合法无？第二呢，囡仔有保险无？第三，领队有证照无？这大概是3大方向啦。来个刷来，咱伫咧公部门，我毕竟民意代表爱监督着咱台北市政府嘛。咱这种的营队出问题了，到底是倒一个局处爱去管理？毋过咱知影讲，伫咧教育局来讲，虽然讲今仔日参与的拢是咱的囡仔，咱读册的囡仔，毋过呢，以补习班的设立办法来讲，伊有一个条件就是讲，第一，你一定要有教室，你教室一定要设置伫个固定的地址内底。问题是，今仔日咱即种体验活动来讲，因总部毋是伫咧溪林，就是山林。伫个迄个补习班设立办法内底，根本就无法度通好管。再来，就是讲，伊所有的活动内底，伊今仔日的行程安怎行，咱并无知影。以咱台北市的体育局来管，咱顶就经来管伫迄个健身房，会设立，也是讲篮球场会设立有符合规定无？咱体育局嘛无法度来管理着即种的活动。来伫咧公司设立的所在，其实咱商业处只是来接受到大家讲你会使来登记公司安尼尔。事实上，伊公司真正有设伫遐无？还是伊公司真正有咧运作无？其实嘛毋是咱商业处会当管的，所以就变成讲即种新的形态的活动，伫咧咱的行政机关未来到底是咩管？开始即马大家上脑筋。是啦吼，咱有听到讲你的建议可能是有一个下局处的这个秘书处也好，还是讲综合科啦吼，各部会呢受这个申请的这个教室，还是讲体验营要来去办理的时阵，一定要有这个综合基础的这个单位伫咧。其实伫咧政府的组织内底，本地就有一种规定啦。就是讲今仔日若有一个新的，因为其实咱足侪法律拢对袂着时代啦，因为时代咧转变的速度伤紧。当今仔日发生一件代志的时阵，我发现着讲，这个机关也毋是你管，迄个机关也毋是你管的时阵，咱伫咧政府组织内底，其实咱会当设立一个，像讲秘书处，还是综合科，来应该是讲伊即个科是安那统一的窗口来收件，收件了，咱爱跨局处联合审查。是。所以就变成讲，咱爱去针对着这迄个特定较特殊的活动形态，还是讲伊前往的地点可能有较危险性的，咱来规迄个。咱来甲限制讲，你未来若要去这个所在，你拢爱先写迄个客户书哦，你风险评估嘛拢爱过来哦，来先通迄个阮台北市政府更有一个统一的窗口，当好来收件，来咱可能爱甲教育局叫来，咱甲体育局叫来，咱跨局处来审查，看安尼有合格无？甚至是想讲伫咧溪坎内底。台北市政府水利处嘛是咧管这溪坎嘛，伊爱甲大家讲，阮伫咧几月到几月有可能咱雨水真大，咱的迄个咱这个所在有风险，可能无适合办活动。其实水利处的角色嘛是爱入来啊。OK， 水利处吼，你讲的这个部分是台北市啦，新北市共款嘛是共款吼。其实政府部门差不多安尼，就是讲名称可能无共款。有影，所以咱讲到吼，这回虽然是发伫咧这个新北，发生伫咧这个新北市，其实咱嘛爱统一啦，咱讲全国，那是中央吼，尤其咱全台湾有溪流的这个所在有够济，大家就想讲哇，这阵疫情较消透啊，大家嘛想要去行看，但是风险就伫这内底，尤其咱讲这个10月天啊，本在已经是这个秋天啊，无想讲雨水遮尔高啦吼，所以这个部分爱特别来去注意啦吼。另外，咱要来继续来讲到，就是讲课程的这个安排，甲咱讲成本的这个经营。有人讲咱看到讲这件代志嘛，毋是第一件伫咧这个事件发生正一礼拜，宜兰台东乡嘛是共款发生着规家口带去咱讲这个寮溪啦这个部分，但是因当阵有准备着济这个物资啦所以因会当度过着这个危机。虽然买手有请着咱讲空勤这个直升机甲因救啦但是事先的这个准备也好，也是讲你的这个对这个天气的这个破败甲这个变化观察，咱先来请教这个郭教授郭教练你一般时咱讲即阵真正伫咧户外运动真兴啦一般时你安怎先判断天气咧？我会用一个 app 叫做 Windy，先看一个
大概，是讲吼，迄天敢会落雨，还是风是安怎，还是若要去海边啊，迄海影是安怎，大还是细？但是迄因为迄是一个预测尔 ，OK， 无讲就精准的，所以上好是还是你人爱去遐 ，OK， 去看，讲哦遐进前几天有落雨啊，石头啊，若是去溪边，石头是安怎啊？有没有落石？啊，即马水是落还是足清呢？啊，大还是细？你去看卖。所以自己要有一些安全的评估，再配合一些 APP 或是中央气象局的预报 ，OK， 再去评估天气。有影，当然咱有一寡即个工具会当来去使用吼，啊，但是真正若是甲现场的时阵，其实甲有无吼有一寡即个落差啦吼，啊，随时来去做判断啦吼。当然讲到即个气候天气即个变化啦吼，有人讲吼，可能迄当阵即个新北市吼，迄礼拜已经落雨落真久啊啦吼，啊，但是迄天。哦，拄好这个下早时无落雨啦吼，因决定要去参加。啊，有人嘛咧讲着吼，这个成本吼，尤其针对着这个营队也好，户外吼活动这个安排啦吼，有当时啊拄着天气无好的时阵，啊拄着人气的时阵，哦，我嘛是要去，啊，但是若是真正促销的话，这个咱讲吼，这个体验教习者啦吼，可能成本上嘛会这个失去着影响。安怎准则的，咱继续请教这个郭教练。一般阮伫咧准备一个活动的时阵，阮拢有一个 Plan A 甲 Plan B。若是讲较譬如讲我今仔日我就是要去溯溪。虽然是溯溪，但是我会紧啦，会跟人去紧讲，这条是较困难的，这条是较简单的。是。啊如果我们今天要去溯这条较困难的迄条，但是拄着天气无好，我会去讨论讲。阮敢会使改去较简单的迄条溪 ？OK， 系啊，因为天气都变化嘛，因为天气嘿，这都爱沟通啦，都唔是讲啊，计划是安尼，我就一定要 follow 它。硬要做安尼，硬要做嘿，安尼你若拄着天气无好，就足个会到的。是，系啊，做教练的足忝的，啊安全上啊。来人嘛，安全会出问题，啦吼，所以意外就伫遮吼，会可能来发生吼。继续，咱个请教这个黄教练吼，其实你嘛准备真侪这个图片啦吼，咱先来互大家看讲虎豹潭这个古道有影吼真水，大家天气好的时阵拢来去做参观吼。咱先来邀请你吼，摕这个相片吼，甲咱说明一下。就是就是讲我主要是要讲一个关于这风险你要安怎去评估嘛。是。啊，以这届虎豹洞啊，这个事例来讲吼，我是感觉讲它在风险评估这可能有几点，可能是我认为可能是一点缺失啦。OK， 比如讲，第一个活动主办的时间，一定是你个下晡一定是4点的迄个的时阵啊。是。一般来讲，对阮活动这从业人员吼，就是讲，比如讲你一天活动嘛吼，你下晡应该是要安讲，体力练变差去啊。OK。第一就是安尼。第二是你一定要接近天黑的时阵啊，啊你这就是你风险增加的时阵啊，对吼。第三就是讲，当同时伊迄阵在落雨，其实我落雨吼，因为这个活动实际上是足简单的活动。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讲，这个从事的人，参加的人，他风险的接受的程度应该是足高。OK。第一个想到就是，伊应该是要讲继续耍。唔是伊继续耍的时阵，伊身躯会淡面。OK。伊第一我想到是室温。OK。系啊，室温。所以我。以我来讲啦，我可能会想讲，这室温就足歹处理啊。我应该是咧落大雨，我就直接登去啊。而且就是讲，下晡啊，咱是咪讲，可能搁落天黑啊，就有危险嘛。第三就过来就是讲，比如讲这条溪来讲啊，伊当上是落大雨啊，虽然讲啦，伊这活动甲，其实讲因嘛无熟了解的装备。是。所以你看，比如讲因若出代志的时阵，其实。伊身躯顶要安怎防护啦吼？要是讲搜救，是自救，其实嘛无法度。OK， 伊无装备啊，第三，过来就是讲，比如讲这条溪啊，伊这个出代志，这
这个坝遮，伊这个溪宽度啊，其实一定是比一般可能过教练基本上就足熟悉的啊，就是讲比阮咧撩溪的溪更较宽。迄浪芳伤大啦吼。嘿，所以伊这浪芳伤大的意思就是讲，伊这上游唔知偌大，可能足大，集水区足大的，嘿，你可能到时大水来你就走袂去啊。是。你今迄讲可能伊是一个强降雨的状况。我想到的部分大概是安尼。是啦吼，咱嘛讲吼有一寡吼有天气的这个变化，大家去做因，但是真正天气的变化，迄敢若是一个报头啦吼，你一个征兆，华语讲的这个征兆，咱就是讲这个起报头这部分。但是真正起报头来，甲你真正会当反应。其实迄干那可能1分钟，甚至30秒的这个时间吼。咱到底有法度去应用无？有诶，咱讲吼，专家都无法度应用。尤其这回这个参与的这拢是小朋友吼。咱有一寡吼爆发进前，有一寡起报头吼。譬如讲吼，低档了啊，是大雨吼过啦吼，溪水突然间变少的这个时阵吼，可能咱讲吼，这个大水可能就来。咱过去嘛咧讲，今年啦，尤其欠水吼，伫咧前半年的时阵欠水，真正拄着雨水来的时阵，哇，咱讲。咱这个土地吼起把水，安尼冲来时阵，其实是介危险。咱过去吼欠水的时阵有讨论过吼。另外，咱讲吼真正要爆发进前吼，溪水你若是吼有闻到这个吼，咱讲水流木啊这个味啦吼。另外，看到的这个时阵吼，是这个溪水变较落的这个时阵，也是讲有真侪落叶啊。听讲听见这个有这个。线雷公的这个声啦吼，继续咱来搁请教这个黄教练吼，伫咧这个山区内底，咱嘛吼从这个做户外运动遮久啊，是，你拄过上介危险的一个经验有无？你安怎去应用？还是无？其实是有啦吼，就是讲比如讲是嘛是强降雨这种状况，强降雨这种状况，其实你。比如讲，你若单日行程来讲，第一就是你去评估嘛，就是讲你用上紧的速度，你有法度落沙无 ？OK。但是，比如讲若无，你就是爱甲身躯可能有的装备，是，甲自己怎讲避雨嘛，所以讲有可能我有早一点可能是。4公尺乘4公尺的那个帆布，我可能搭起来，让它防雨嘛，防雨。那再来就是说，你身上要有，你身躯顶要有那个热源，比如讲你有一个火炉，你可以煮一些热食，补充你的维持你的温度嘛，这种的其实是登山。基本的配备啦吼，技能对。是，就是讲，若是真正拄着落雨吼，看唔是细就紧落山。而且咱台湾的气候来底，这种强降雨哦，通常不会很久。OK。你可能，比如讲密30分钟，是1点钟，你身躯维持住迄个热度，你这个落山嘛是会使啊。是，所以先维持一下啦，还是讲卖安尼吼直接就过吼。但是即阵咱头拄嘛讲着吼，这个家长含这个咱讲领队啦吼，讲法上对袂着。这个领队吼，即阵是这个吼，这个过司啦吼，咱讲地书做吼去上班，咱继续搁请教这个主任吼，咱即阵有看到，就是讲家长吼讲我就是无要过啊，即阵领队讲有要过，即阵这倒袂吧，这会当安怎去甲查咧？其实应该讲伫法律上啦吼，今仔我着家长负责付钱啦，叫你即间主办单位爱带阮出去佚佗，主办单位着爱负起着所有人的安全啦，包括着讲因为尤其因搁去到野外呢，伊所有的天气变化也好，当日的所有危险风险的迄个评估，其实拢伫咧主办单位身上，所以今仔日主办单位袂使安尼下体讲，迄个家长讲要过还是安那？你请问你的专业的知识伫倒位？明明是讲透早已经有落雨啊，而且咱摕100万步来讲，虽然讲咱即个迄种虎豹大只，大家的行程拢是讲我即个古道要行过即个古道，我可能会经过即个狮子坝。问题是你今仔带的是囡仔，你即个横越即个动作，咱敢适合8岁的囡仔行？咱敢适合15岁的囡仔行？我感觉这主办单位袂使
安尼下梯啦吼，而且你今仔共收钱，你带人出去，你就是爱保障人的安全。这不管是咱的消费者的迄个保障法来讲，还是咱的民法来契约来讲，你拢是爱去保障人，袂使安尼下梯。这跟家长无关系，家长就是付钱，我就是信任你。啊，毋过现场安全评估、风险的管控，你主办单位你就是爱负责到底。是啦吼，爱负责到底。尤其咱嘛讲着吼，到底有保险无保险吼，其实即阵嘛是有一个大问题啦吼。对，其实吼，足侪人拢想讲哦，公共意外险，公共意外险，其实爱甲咱的观众朋友讲，公共意外险其实是属于公共场所。今仔咱可能伫个饭店内底，吼，咱可能伫个教室内底，公共场所，伊要有固定的地址、固定的范围，人即个保险公司才会甲你保。你想讲你这规工拢伫个山内底行，还是伫溪内底行，你咧移动，你范围无一定啊。保险公司袂甲你收即个保险，而且你若去伤危险的所在，保险公司嘛袂甲你收。即种行程上有可能保的叫做旅游平安险。毋过咱爱知影，咱伫个保险法107条内底有针对着迄个15岁以下的囡仔，另阵也是讲哦死亡还是安那，伊的保险金甲大人是无共款的啊。所以其实这后续这规个保险的赔偿也好，保险的问题也搁值得足侪。会当大家探讨。是啦，吼，讲到这个保险的时阵，头拄啊，这个私底下这个吼，主任有先讲到吼，15岁以下，因为过去有一寡吼惊讲哦，伊去用，是，但是伊的这个保险的这个部分吼，都减起来，敢若双重补助啦吼，这代表是讲吼未来吼，伫咧修法头顶，可能嘛爱特别来注意。但是回过头来讲，嘛是因为讲。咱拢是希望这个安全的这个活动来去进行，无想着要领着保险，但是一定爱来去讲到保险制度的这个部分的时阵，代表讲意外已经发生了吼。当然，其实伫个意外发生了后吼，大部其实代志到遮咱是上界伤心啦，不过代志就是拄着，咱就是爱来解决。是。大概家属的面对着几个问题啦吼，第一就是当然是保险的迄个保险金吼，安怎去领嘛？第二就是你赔偿安怎去甲请求？因为即马现场吼，可能甲即间公司有关系，伊是咧执行伊的业务的，就是即个领队。是。毋过领队是互啥物人请？伊的头家是啥物人？是。咱即马会当知影讲，即个领队确实伊有过失。伊过失造成大家的死亡来讲，伊本人一定爱赔嘛。咱一定是该请求赔偿嘛吼。毋过咱民法188条来讲有讲，伊的头家。甲请的人，伊嘛有连带赔偿的责任嘛，连带赔偿的责任，所以其实咱后续到底倒一间公司甲请，伊甲公司的关系是啥物货？其实这嘛是司法单位爱帮大家来讲好清楚的。是啦吼，所以咱讲到这吼，这是应对的这个部分，但是咱头拄啊一开始的时阵嘛有讲到吼，真侪人吼敢会去吼野外来去佚佗啦吼，但是即阵野外嘛毋是干那吼，即件代志发生意外啦吼，但是即回吼真正是伤亡介侪人吼，所以咱讲吼这个关注度吼较会提升吼，但是咱无望安尼这个情形搁再发生吼，继续咱搁请教这个郭教练吼，咱看到讲吼真侪头拄我嘛讲到，网络顶吼这个翕影片吼跳水墙安尼搁跳落去，哦真正介危险，但是为着咱哦翕水，搁请这个吼空翕的这个吼机器啦吼。哇，安尼景看起来是真水啦，但是这是有的是专业人士，啊有的人吼，这个看到哦，这尔水，我嘛要学伊安尼做吼，但是风险是真侪。你嘛有安尼这个案例吼，先甲咱的观众朋友说明一下。哦，进前是嘛是去溯溪的时阵，啊行有到一个差不多2楼高的瀑布，啊水是伫个安全甲小可无安全的迄中间安尼。OK。啊，就一个教练就讲哦，啊人无你游水袂歹，你去试看卖，你先跳，啊跳落去你若是就紧就出来啊，啊如果无代志的话，就代表讲迄安全应该是无问题。啊，我就跳，我就无惊水嘛，我就跳，就放轻松，互伊流，因为伊伫个水内底有一个漩涡，小块尔，无讲真大，所以我来跳入去水内底的时阵，伊就小可夹一个，但是因为伊为下骹甲你送出去，啊，你就很快就出去就起来了。啊，我出去我就甲迄个教练讲，哦，无代志，真好。啊，第二个就伊就送一个妹妹落来，啊，妹妹一个面看起来都安尼，哦，感觉迄跳是足悬的呢，就惊啊，搁小可惊水安尼。阮拢有穿安全帽。救生衣、溯溪鞋，迄基本的迄装备阮拢有穿。啊，但是迄妹妹都是小可惊，
伊落水的时阵，伊就要赶紧要想要收出来。收出去。嘿啊，但是迄阵啊，迄个螺旋就会甲你夹入去。啊，伊就慌啊。是。嘿，就开始哦。伫水内头那挣扎安尼，嘿，啊，就伫内面敢若洗衫机伫架，是，我们就要丢绳子，可以了，啊，给溜出来安尼。所以吼，这嘛是讲到吼，真正咱讲吼，所有的这个装备吼，安全以外吼，其实水性嘛是真重要。水性吼，咱讲教练这个水性应该是真好，但是毋是所有的人水性拢遮尔好啦吼。所以咱讲，若是真正要做这款较危险的这个体验活动，一定拢爱有这个教练吼陪伫这个边啊伫咧吼。啊，另外啦吼，就是咱讲到吼，这个救人也是自救的这个方式嘛是有哪介重要吼，就是讲真正的这个身体。咱讲有当时啊，你硬要甲这个水吼，这个吼，安尼去甲比袂过啦吼，有影这个水，伊真正咱头讲这水吼，这个集水区的这个水吼，这个水力吼，真正是毋是咱会当去设想的吼。继续咱阁先请教这个教练吼，若是真正拄着吼，这个咱讲一定爱自救的这个方式吼，咱有啥物撇步会当先教互咱的观众朋友咧？即我可能去先厘清一个观念啦吼，就是讲。咱所有的户外活动哦，其实拢爱你参加的时阵，其实你拢爱准备一份计划书。OK， 哦，你不管任何层级的，可能是最上高级的、上低级的，你拢爱有计划书，而且你爱按照这计划书去执行。啊，就是你若参加这个。比如讲付费活动，你无经验，你是上低级的、上初级的，你嘛是爱详细去阅读这个的物件。OK。以这个延伸就是讲，讲到自救的部分，是，因为伊在你上，比如讲伊即届伊为了伊这是上简单的活动，所以变做讲。伊可能嘛无啥物装备 ，OK， 吼，以即届即个虎豹潭即个为例，就是讲，伊若以我来看，我会建议就是讲，其实伊即个狮子坝即个迄边吼，伊可能的地形是你会使为边啊去疏散的 ，OK， 吼，但是你这嘛阁有一寡问题啊，吼，因为我无因的计划书，我无法落去评估啦，吼，但是我只能用猜测的，如果你向两边去疏散，你嘛是会拄到失温的问题，失温的问题。再来就是讲，迄个地形你能不能够撑得住？你有手啊叫你抓无？那以阮来讲就是讲，比如讲撩起来讲，因其实是有装备的，是，比如讲因有绳啊，因会使甲你固定伫遐，因教练应该一定是有一寡。能够产生热能的锅子、炉子之类的，是，所以以这届这个为例吼，我个人是，比如讲较悲观啦，你其实可以做到的其实很有限，他显著一点头盔嘛无 ，OK， 因为方法拢无啦吼，所以这歹救啦，你若摔在溪底，你头部保护掉的。第一上了就是这，是。第二就是讲，以你了解来讲，你若脱离迄个绳索的保护系统，是。规个都去冲落啊，是。所以有影吼，但是咱讲吼，规个冲落了后，其实今仔日咱讲吼，新北市吼，这消防队有一个影片啦吼，就是第一个你先把你的这个头部保护好啦，有当时啊边啊这个石头。真正你哭咧，就是一坑啊吼，一坑了你回去了，其实嘛是真歹救起来。跟顶落你其实你很难有一个理性的自救的行为。是，另外嘛是袂当徛起来吼，你若徛起来，规个落入去吼，这个暗楼内底吼，真正是愈大愈深愈深尔啦吼。另外吼，伊讲的这个讲法就是讲吼，咱这个顺这个流势，安尼甲流落去，骹若是有踢到这个石头，你其实也是讲踢到这个树枝啊吼，你会当甲飞掉啦吼。先莫伤着头为第一吼，咱阁先请教郭教练吼，这个水性者吼。拄则咱有讲到这两式吼，采取着较攻击式，你是这个吼，咱讲吼，这个自由式的这个吼，这个部分来去做啦。这是水性较好，一般是防守的这个部分，先顾咱的这个头部安尼顺这个流啦吼，
啊，冲去较下底的这个时阵，咱可能会当得到救的这个机会。继续请教郭教练。补充一下，就是讲，你伫咧放水流的时阵啊，你手爱保护你的头，是，但是有时啊，还有石头啊嘛，你手爱帮助你家己讲去背一个，去背一个。哦 ，OK。去小帮忙一下啦，嘿，小帮忙一下去导方向安尼啦。是，因为你若是有一个大个石头伫咧遮，无想要你去弄掉嘛，你就手就爱去背一个安尼。是啊，骹是讲你骹较长嘛，会当揪你会当酸，到石头啊时阵你会当揪一个，就一个缓冲。揪一个你才小可托一个。是，你就袂讲头也是你身躯直接甲你弄落去，安尼受伤。系啊，还是安尼。是，所以咱看到讲吼，这吼是甲咱教讲吼，真正若是落水了后啦吼，袂赴去用到吼，已经去互冲落较下底这个时阵，咱讲会当安怎自救的这个第一步啦吼。相信咱讲，咱有做甲吼，即头前的这个话，后壁若是真正有救援的这个机会，咱讲生还的这个机会会加真大啦吼。这是咱讲的这个部分。但是咱头拄嘛讲到，新北市吼，就公布着3个危险的这个吼。K 啦吼，南市 K 吼，北市 K， 还有这个吼大坝 K 啦吼，这部分过去吼都是新北市，啊，咱过去拢想讲热人的时阵会特别严重，但是即阵咱讲秋天啊啦吼，尤其雨水有够高吼，即阵咱有整理到另外一个报道来看虎霸潭的这个部分。新北市上街区虎霸潭是北市区的北支流源头，下游就是平南啊个翡翠水库。北市区伫个这区域的前后，拢是大角度的弯道，并且水道嘛较宽，变作是一个水潭的生态区。附近嘛规划清水景观区、生态步道啊个古道。伫放假的时阵，真侪游客会来遮佚佗，也是耍水。即届发生意外地点，伫个烫去太平里第5林内过溪步道。李长讲啊，当地民众也是看到上游落雨，惊水会涨起来，会有危险，就会驶较远的路你来过溪。啊，水开始你就要过来，要过来上游吼，水向往大落来，拄来到这个溪中嘛是啥，就走袂赴啊。专家表示，也是伫溪流进行相关的活动，应该穿着救生衣。也是讲，敢若是过溪，无准备救生设备，也是器材嘛，应该来注意上游的天气状况。无这溪水涨起来的速度是真紧，看到水来啊嘛袂赴咯。因为虎豹潭这个区块属于比较大众的亲民路线这样子，那如果是它是比较容易的路线的话，大家对于这种状况就会更松懈。专家嘛提醒，最近的大雨已经让土壤的含水量是大大增加，这出泉的状况嘛，让溪流的水位来增加，并且嘛，让土石可以来放弃。最近民众到山区来做户外活动的时阵，嘛要来注意家己安全。记者张志雄、陈立峰台北报道。是啦，咱讲到这个所在真介危险吼，但是咱头拄啊，这个吼，黄教练嘛讲到吼，这个计划书的这个问题，我先搁请教这个主任吼，计划书的这个部分吼，其实有的人吼，真正是做参考尔啦，有的这个公司嘛是登记100几项啦吼，这回咱看到讲吼，这间公司还有啥物大问题无？其实应该是讲啦吼，因为代志发生了，阮较发现着讲，原来即马咱有针对着这囡仔吼，有遮囡仔侪迄个野外活动的这个体验营咧举办，毋过呢过去确实无人会规定讲，恁办即个活动一定要写计划书。OK。吼而且呢，就算讲我今仔计划书写了啊，请问我伫台北市政府遐侪局处内底，我是要交互啥物人？其实无人规定，就无人会去甲你收件啦。所以其实未来，连准若讲针对着咱即个活动，带囡仔出去野外的活动，拢需要写计划书的话，其实就是爱。倒来到咱头仔讲的，是毋是？咱所有政府部门要设立一个统一的窗口来收件了，咱看局处来遮评估。而且头仔两位教练拢一直讲，伫个即个野外，尤其个撩起的活动来讲，安全无是一定爱挂，因为内底有足侪石头嘛。所以基本上，我要去啥物种的所在，我的囡仔甲参与者应该爱有啥物种基本的装备来保护。我感觉这政府部门会当。斗相共来规定，互大家有一个标准，来较讲你按迄个计划书安怎写，你计划安怎，包括着讲你事先的评估，咱是毋是有啥物种的天气变化，啥物货，你有啥物货 SOP 的配套，这拢是会当来规范的啦。是有影啦吼，讲到这个计划书的这部分哦，咱即阵有这个水系吼专家，佮有这个爬山撩溪专家，咱佮请教这个郭教练吼，伫咧
水域的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即阵水上活动有真济咱讲有这个 SUP 嘛，虽然伊看起来嘛真安全，但是这个用来的时阵你嘛是唔知啦虽然咱讲有这个穿这个防护衣啦另外这个计划书要安怎写另外啦是讲咱去过这个船啊这个时阵咱讲有这个独木舟啦其实拢总也个是有风险伫的咱的这个计划书安怎去运用未来送入去讲，若是真正因为即回这个事件，互咱有较具体的做法，会当避免到未来这个危险。你有安怎看的这个做法咧？这计划书，我是想讲嘛是，安全评估的迄爱放较悬的啦。OK。像今仔日这个代志就是，伊个安全评估看伤浅啦。OK。你看较远的。迄伫个虎豹潭，因伫遐生水，我唔知影是生水还是有经过。是。但是你爱看讲伊后壁的水为倒位来，就亲像讲，阮若去 SUP 耍，好，即区即马海印是 OK， 是小小啊安全的。但是你爱看这活动是3点钟，若是3点钟，你就爱看讲。尾手的这个海印的变化，嘿，即马是无问题但是1点钟了后咧，2点钟以后咧，3点钟以后咧，海印安怎，天气变动安怎，毋是干那看讲你即马大丈夫安尼嘿，大丈夫你就放个轻松就好来去耍啊，都是安尼嘿啊。所以讲一个活动，迄背后要评估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是，所以一般是啦，咱个请教这个黄教练一般是，若是具体的这个计划书，恁的这个铺排譬如讲一透早我要开始去爬山开始你会安怎甲写好势？这计划书的部分我小可补充一下，你计划书其实你用尝试来想你要有你从事的时间嘛，你当时要倒来，是，你的活动的行程，活动的行程会使去判断你从事者的能力，你要有你的装备，还有你要有你的食物，是，你要有管制的时间，就是讲，你要有可能要有中继点管制时间跟中继点就是讲，你若无行到，你要原路撤回，对，你要中继点、中继时间，是，你另外切实执行，其实这种方法其实是一个机制啊，我们登山其实行之于怎么样，就是已经实施很久了，一般的观众可能唔知，其实你嘛会使家己试着做看 ，OK， 其实你得尤其阮还有一个审查的机制，就是讲你这份计划书，你可能交由一个较有经验的人去帮你看，因为你别人看甲你家己设想，其实是有真差，有一寡盲点嘛。是。就是讲你若不是专业的人，你其实嘛会使安尼做看卖。其实你从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有一个纠错的经验嘛。对。家己评估看卖啦。对。我这个体力就无够遐，你这硬要去。你这是在试着去评估。是。而且你去做过了后，去执行了后，你当来了后，你其实家己得获取一些经验的结论嘛。是，有影咱看到讲即阵网络顶我嘛对过几啊团去爬这个咱讲剑龙岭啊，是真的新北市遮三峡遮等的遮爬山去哩，有影看讲还要评估的时阵，咱的这个体力无遐好的这个时阵，有当时规旁去有的就爱等伊者小等一下，但是这就是这团体的力量有当时真正爱甲遮个物件遮个这个人员你带去的人，爱考好我啦，考好安全安尼。我搁补充一点就是讲，比如讲这计划书最重要就是讲，比如讲以这届活动来讲就是讲，比如讲你要就责嘛，你就责你其实会使用这个计划书作为一个检验的标准嘛 ，OK， 对不？伊有想到啥，有帮参与者做到什么？是其实像我们保险也会写在上面啊。我们要保险要带什么东西，这些都会写在上面。是，所以其实你评估一个活动危险不危险，其实是什么等级，你全部在计划书里面都能够显现出来。有影啦所以咱看来讲这个计划书未来可能是会当做一个咱讲求职的这个参考过来请教这个主任若是讲。计划书写好完全，若是计划书拢无写的话，伊这个法律上应该
这个法国法当吧。其实应该是讲，今仔日你著共收钱，带人去到迄个野外，你就是爱负责人所有的安全。甲有计划书无计划书，当然有计划书是咱行政机关，我会当去审核。所以变成讲行政机关用准啊，迄个审查无够，当然行政机关会有责任。问题是拢无计划书的情形之下，你收钱办活动的公司，就是伫咧现场安头到尾要负责大家安全。有影啦吼，所以咱讲着吼，这个计划书吼，未来吼，真做是咱讲求职的一大重点啦吼。啊嘛，望讲未来吼有办这个营队，咱看着讲，毋能讲咱新北市、台北市啦吼，其实咱讲全台湾吼，即阵户外活动有够济啦吼，所以这个计划书未来吼做一个完全的这个评估吼是非常重要这个代志。虽然咱头拄有讲到安怎自救、安怎防护啦吼，但是这个部分也阁是。有当时啊，即咱讲天气变化介严重吼，咱头拄也袂讲出来，即个集水区啦吼，好霸潭遮水拢下来到遮的即个时阵，咱讲吼有一寡即个专业的登山者吼，爬山的人伊就讲吼，即个顶游若出现亲像即个海波浪共款的即个齐头水吼，溪水变落的时阵，水流突然间增加的即个吼速度增加的时阵，代表讲危险已经来，但是咱头拄嘛讲着30秒，互你去应用的时间尔。继续，搁请教吼，即个吴教练。就是这个雪阳这边提到的部分哦，就是这个板子上面所显现的状态，就是说不过我个人是有一点点看法啦，就是说我不会让自己处在于看到这个景象的状况，因为你处在这个处于这个状况的时候，已经是非常危险的哦，因为这个说回讲，他都要讲的天气状况的预判啦吼，因为其实有一个足简单的方法，就是讲你去看一周气象预报，其实一周气象预报其实你也发现有一个变好或变坏的一个趋势嘛，哦，那比如讲以好霸潭这个所在来讲，比如讲伊若从事的那一天前2、3天，它有拢在落吼，以这个溪谷积水，然后积成大水的这一定是会延后的嘛。是，嘿，所以这一定得爱，迄阵咧做判断，要判断讲，这个活动要举行无举行，就变足重要的啊。OK， 就是讲吼，咱头拄嘛一直咧讲吼，这个天气来变化来这个问题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吼，亲近这个山林吼，啊讲体验这个部分吼，真正。是咱要行向自然来学习，但是有当时啊，咱要学习的这个过程吼，真正就是无注意到啦吼。啊，未来望着讲吼，健全的这个法规也好，也是讲吼健全的咱讲体制啦吼，计划书拢爱吼拢总做好势。但是咱头拄嘛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家己要去的吼。啊，即阵过来请教主任吼，家己要去的，伊若是要未来啦吼。咱讲有真侪这个超吹吼，爱找到这个搜救吼、搜救的这个大队来去做支援吼。啊，有的人就是看到这个天气歹，硬要去，这其实嘛是爱怀疑个人吧。其实吼，伫咧咱国家赔偿法内底吼，过去有足侪，我都甲你徛一块牌仔，甲你讲，足危险，足危险，你唔通去哦。结果去了，用伊会当回过头要来甲咱国家来请求赔偿。其实咱国家赔偿法内底都有一条，定准啊，人都已经甲你讲危险，啊是讲政府机关、管理机关已经有甲你徛一个牌仔，讲袂使入去，你讲硬要入去，安尼真歹势，国家是无甲你赔哦。是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家己要去特别来去注意啦吼。硬要去，也是讲吼，真正天气吼，真正歹啊，也是讲这个路段本早就危险，牌啊吼，讲你莫去啊，你硬要去的这个话是国家无赔啦吼。但是咱嘛讲到，真正要探险的人有够济啦吼。继续，咱搁请教这个教练吼，看到这款情形吼，硬要去的吼，真正唔惊死的人有啥物建议咧？我是感觉这时代变化就变成讲因为我算较老派的啦，吼，安尼讲，老甲新啊新的人就较无共，阮老派的人就是讲，阮可能会去上一寡课，阮以前有受过一寡传承的训练，啊，这训练内底包括啥？当然就是技能嘛，吼，我感觉另外一个上重要的就是讲，伦理啦，吼，你该做什么？你登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就是讲，阮以前较会去探讨这部分，这部分我是感觉最重要的。是，就这可能因为法律会使去，要讲，
管道人的部分，其实或是功能性其实是有限的啦，而且它都是事后的嘛。哦，那我们其实我是鼓励大家，可能除了这些我很酷我很炫之外，是不是讲嘛是爱探讨这个问题？我相信台湾的民众其实也是讲在从事登山的人，其实水准嘛是很足高的。我们其实是可以经得起这种互相讨论，去达到一个我们可能比较大家想要的社会现况嘛。OK， 所以伦理上应该是讲尊重这个咱讲本地的遐这个管制也好啦，是讲尊重这大自然的这个部分，是安尼讲吗？大致上是这样子啦。可我相信大概理性的判断，其实是可以找到一条合适的方式嘛。因为这个议题算是足大的。是啦所以咱讲到这个户外活动咱都讲到这个水真正看起来平静的时阵拢无代志啦但是一个暗流伫遐，你嘛无法度发现啊。尤其咱讲这个水坝遮啦其实伊的这个咱讲浪棚有够大的大水来的时阵根本无啦若是有这个完整的这个咱讲计划书看到雨水已经直接起起来啊，是讲溪水已经起起来。真正洗翻头啦莫阁讲要硬冲真正硬冲，真正这个咱讲空勤总队都要来救超吹大队都要来甲你救安尼。主持人，我这边补充一下，就是讲其实我感觉这个，比如讲这溯溪了解这个内容啊它其实对一般的民众来讲，可能有难度相专业，是。但是专业并不代表说你很难接近，所以我是建议讲。一般的民众，也是讲有兴趣的民众，伊其实应该去参加一寡课程。ABC 基础也先较上起来安尼。对，我感觉我家己的感觉啦，即摆一般的民众，一个要达到上关级安尼对无？嘛，另一个就是讲，比如讲这届这个新闻之所以足震撼，就是讲一般的民众，伊可能要讲伊的认知其实甲这新闻的结果，落差足尔大的。是。最大的因为大家会感觉讲这不是足简单的活动，但是结果就是足惨痛安尼对吧？是。伊咱即马比如讲登山界遮，其实有一寡团体合会，其实因的课程其实拢做甲袂歹，嘛足先进的。其实会使互大家参考，不管你是有兴趣的，还是要为了家己安全从事的，其实是鼓励。大家去参加是啦，咱讲这个体验大自然当然是好的这个部分，但是头拄教练嘛讲到咱先上基础的这个开始啦亲近这个部分，尤其咱讲这个了解这个部分，本地就是一个较专业的这个物件尤其你装备若是无够你穿这个保护鞋去。咱讲内底青地还是讲暗流，你无法度去做运用上尾咱请教主任综合来看头拄咱有讲到政府的功能伫遮查核未来这个咱讲设立的这个公司啦未来咱讲到这个公司嘛，就要有这个私人的这个计划书的这个部分，爱写好清楚啦。未来若是讲一般的民众遮拢总爱去做一个收束的这个部分上尾咱做一下建议。其实应该是安尼咱即摆活动非常的复合性，足侪像讲我规工出去，有可能有可能搬山，有可能过岭，有可能撩溪所以即种我规个行程内底，到底安全的设备，到底是啥物人咧要规定？啥物人会当互大家专业讲，你有啥物种的活动，你也有啥物种的迄个安全措施，这我感觉政府机关爱来上一下脑筋啦第二就是讲，咱针对着咱囡仔咧带出去是囡仔，有足侪所在像讲迄个咱狮子坝安尼，大人行是无问题，敢真正有适合咱的囡仔行？尤其咱带的对象嘛是爱咱考虑。什么种的对象适合带去什么种的所在？其实，在政府部门、行政机关未来应该爱做一个统一的规定。是有影啦所以咱看到讲，这回这个事件溪水水涨起来咱阁有一个人也被吹出来望伊较平安的，紧互吹出来另外咱就讲30几个团其实是一个大团咱讲详细这个计划书也好啦另外这个咱讲体验
赢这个部分吼，未来这个就职尔，唔是干那这个领队尔吼。公司到底设伫什么人的这个名下下底啦吼？啊，是唔是讲啊，这个未来这个政府安怎去甲发吼？这是咱所有这个重点。另外，咱嘛讲到吼，顶礼拜个这个宜兰县吼，这个大同乡吼，这石门溪同款是吼野营吼，这个受困的这个部分吼，伫山区。这个5天吼，咱讲有平安得救啦，来自真侪这个家庭，但是因的这装备有较齐全伫咧啦吼。啊，今日咱嘛看到讲吼，有真侪建议啦吼，就是讲针对着你的这个装备，有当时啊，咱讲吼行动电源吼一定要早咧吼，延长着咱讲要搜救的这个吼时间等等啦吼，啊是讲你有一寡这个电火吼，啊早伫咧随身区啦吼，早咧咱讲着，若是要敲吹的时阵，你有这个光的这个信号吼，拢会当去敲吹哦好势啦吼。另外着，咱就讲着吼，这个一般的时阵，若是惊吼，这个失踪，还是讲走无去啦吼。有当时啊，咱讲吼，这个手机啊，有这个 app， 虽然山顶无网络，但是网络有一寡这个离线这个功能吼，是毋是安尼这个设备咧？是有啦吼，它是可以发出一些信号是没有错啦。啊，它以我个人的用法啦吼，其实我是会早无线电的无线电，就是讲你从事这些活动哦，就是讲你计划书内底，通讯的方式其实也很重要。其实应该是其中一环啦。啊，以我个人的方式，我是拢搭无线电。无线电你就要去找一个会使通讯的迄个嘛哦。而且我计划书其实会约定通讯的频道。拢个写好。拢个写好。是。也许是我通过这个通讯的频道去。